嚟收睇釋法有味莊。鄧先生咧喺內地咧就有一間房屋，咁呢間房屋咧長期就由佢侄兒打理嘅。咁最近咧，鄧先生咧就得知佢嘅侄兒咧私自將呢個房屋咧就出售俾洪先生。咁鄧先生咧就立即趕到內地，咁啊睇到咧洪先生咧正喺度裝修房屋，咁啊話俾阿洪先生聽咧，佢嘅侄兒咧係冇權出售呢個房屋嘅。洪先生咧就表示對此咧並不知情嘅，咁但係房屋轉讓登記手續咧已經辦妥，咁房屋咧已經係屬於自己嘅。咁鄧先生咧就問佢可唔可以向洪先生追翻呢間房屋咧？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》第106條嘅規定，冇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係動產轉讓給受讓人嘅，所有權人有權追回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符合下列情形嘅，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係動產嘅所有權：一、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係動產時係善意嘅；二、以合理嘅價格轉讓；三、轉讓嘅不動產或者係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嘅已經登記，不需要登記嘅已經交付俾受讓人。因為受讓人洪先生咧係喺不知情嘅情況底下咧善意取得呢個房屋，並且咧係已經完成房屋轉讓登記等一切嘅手續，咁鄧先生咧係冇辦法再追得翻嚟㗎啦。咁但係鄧先生咧就可以咧係向佢嘅侄兒咧要求賠償損失嘅。咁好啦，時間又到啦，我哋下個禮拜繼續釋法有味莊啦，拜拜。